欢迎收看《后生开上歌》，有关开家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廚師中阿中古又到了呢老後生人大最古嘅時節了。相信大家對這個大嘅素材都動搖緊。有人呢，有人講呢，嚟買貨係人生當中當重要嘅夢想。不過咧，還有青島嘅後生人士講，佢哋做得漂泊嘅也講帶到社會出色、國民出色嘅聲音。對你來講，也嘅人生規劃地圖有買貨兩個選項嘛。今日我哋聽聽六個後生人向下嚟討論佢哋嘅買貨夢，掌聲歡迎。首先嚟小姐都係質疑。大家好，我係後生嘅時節就開始做我嘅等一下質疑。等一下兩三個是做唔得凊彩後白講哈。唔過我看起來係。好咧，什麼以後啊自細哈，你就唔是個假講哈，我相信咧大家咩夢想嘅高堂咧哈。聽一下啦，大家小姐都係阿英珍。大家好，我係啲台北稅務有19年經驗嘅自強嘅英珍。你有想過假設兩19年嘅屋稅，拿去買片杯嘅屋嘅可能買到千太多。阿同講，嘅3條吼全部就會捱嘅咧。哦，你係後嘅係冇3條。好，第三個大家小姐都係回天啦。大家好，我係回天啦，我真是有想買嗰個。變做人生夢想上嘅達成，我哋萬幸嘅嗬。第四個大家小姐都係白欠啊。大家好，我人生最大嘅夢想啊，所以到海景第一排賣屋嘅中白強。你係做小波塊，我係小黃旗。你是冇係唱歌嘅嗎？你太細，你會唔係鬧熱打你對，係唔錯拍嘅好。天生啦，小姐都係揀人。大家好，我係實地上海漂泊嘅阿哥哥。上海睇家己，上海嘅消費水準係台北市夾皮股數，假使台北市係黃金地段，上海就係鑽石。中上朋友係鑽石5個。你係乾媽了啦，現在。好，對面樓下小姐就係小鳳。嗨，大家好，我係啲台北市多年下很多漂泊嘅，買唔起嘅小鳳。現在你學東西咧。係，就那一些，就是不自然咧。寫都啲呀咧。其實嘅，我講真件看小鳳吼，其實穿得唔少，我都啲下啲台北。唔係，冇亂講，我冇亂講。講穿冇少，冇講穿千多，穿得冇上來冇千少，唔過到台北係佢買唔起屋嘅，就啲真件上一啲台北買屋嘅難上加難。我家有講到，對於學生時期有青島人就開始嚟漂泊嘛，大家就想下，你乜嘅時節開始嚟漂泊，幾種是漂泊嘅原因係乜嘅？阿自己先嚟講下。我喺太好嘅時節就開始漂泊，嗰時候就有4年嘅時間，再過來又喺研究所，因為啲我背去教圖書就1年嘅時間漂泊嘅。佢一開始呢係我有按好嘅機會做嚟啲我背做位，因為都好我姐姐買啲木叉嘅片圖書，佢我咪係，跟住就先喺同我嘅店向下帶嘛。嗰陣時就想啊，都好，姐姐太好，因為姐姐就前途太好，嗰時候姐姐已經啲我背帶，我就老夫卡講啊，姐姐都在外面住了，我沒愛。基本佢就冇法學講咧，佢就順勢就愛用帶我背嚟，即係當好。雅布卡就啲市中心了，很會說服嘅哦。冇，我老人講，雅布卡喺啲大送錢咧。你係做無笑無理，真係愛笑。我老人講，爸爸媽媽時佢講啊，我嘅妹啊，終於願意學先要埋去讀力咧，好，我就本佢錢去學先讀力。唔係，我想下，我爸爸媽媽總算做的，總算做。搞咗嘅風水洞牆，而家書本嘅名咧，按到那個有錢人讓伊上嘅冇窮人。冇啦，唔講我想吼，阿姊新冠度上嚟，總算唔是本人愛來幹到嘅。你總唔得講出來，大家新冠都會愛用上啊，係冇？唔係啊，你辦出來有啲錢咧，很我而家當上辦正險。冇個假，冇個假吼。我這種是真嘅，係因為我姐姐先愛用做，所以我是被。只好跟着，因為妹妹就會天天。人家很配按你嘅口啊！幾樣是衰嘅屋嘅屋衰幾多？其實真係我買貴就16000。16000。16000。所以落去。
阿公有出钱，阿公有天数啦。你看，个白欠真紧，有钱人让你想个摸穷肉。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唔通来讲，做嘛讲做得万六口。万六口係為記住啲插邊順風，係再過來又有地位都又有天台，嘅屋嘅咩東西，再過來呢還有做得書包裹嘅隻管理員，做得萬六做得哈。哦，還有100平係嗎？冇啦，冇安排，嗰陣時地位都就係2房1廳，然後2位，還有做下做得煮飯。把看看通講啦，我們投錯台了。冇啦。乾媽應該獻機啦。幹嘛？但是俺冇錢啊，俺阿公真有錢啊。阿公阿婆。不錯吼，太家嘿。沒有聽我講話，因為我跟阿公就講誒，你做學生嘅讀書就會認真讀書，係，故說阿公就感恩本人奉行，吼，你就認真讀書就係，故說我就認真讀書啊，我還是要好好做我該做的事情。係先，因為我啲阿公了下冇出，跟阿婆了下有欠孫的嘛。係啊，係啊，我可以想到電影下。有欠 K 孫嘛？欠 K 孫。冇欠哦。比較缺那個叫什麼的？打掃的。幾點爽咧？我講正經啦，啲當然咧，一開始啲腦袋漂浮時，因為讀書嘅時啲開屋卡嘛，介飛起，頭擺讀書嘅時啫，因為按樣先賺到腦袋來漂浮係冇。係啊，我咪係到腦袋漂浮漂5年。哦，一張嘢差不多是3、4千元嘅嗰種學生套房，可是該用是學生套房，已經3、4千元已經算設備充足了啦。我知道啦，即係應該要嘅東西都有，係，佢兩下轉去做都咪係漂浮。票價係就是那種1層的電梯華廈家庭式3房2廳，一張嘢是13000塊。比起佢行較便宜呢。哇！3房2廳。來差唔多，來差唔多。所以有錢人跟我們想的不一樣。係啊，真勁嘅。真勁。係啊，正經嚟講哦，近期咧教育部嘅統計嗬，其實台灣有30萬到35萬3人對嘅學生啊，啲腦袋漂浮，你還唔包含到學校啲到大學了解了到學生故事，正經學生啊當為啲腦袋漂浮係唔係阿姊？係，因為呢，你學生嘅時啲腦袋漂浮啊，你嘅衣架啊就動硬嚟，做嚟鼻咧就會透到自由嘅空氣。其實我啲動作已係因為當上嘅雙時雙係透到呢個觸到呢個自由嘅空氣。講嚟你應該神誕紅蛋槍跳到安尼。有錢嘅秘書。冇，我老人講，因為我以前呢運動上錢，我都帶學校嘅學費要50錢，帶學校嘅學生咩50錢，你看我省了12年的錢。哦，冇錯，故所咧係有自由嘅空氣，唔過咧自由嘅空氣唔單止你想嘅皮多，後背解沙。你咪想係皮到咧自由嘅空氣係冇？係啊，背嘅感覺真緊當啊！係冇，跳下鼻，做下背啫嘛，大家正常嘅背嗬。係跳下鼻。誒，而家強背嘅背唔住來。我大學畢業之前係大到福卡啦。我大學畢業以後咧，我想講嗬，我背出去啊，因為我以前我嘅爸爸媽媽講嗬，我想我搬出去帶啊，我去穿工作唔得嘛，你後來大家穿啲嘛，你行我帶標橋。係咩？標橋你要講，好，大家穿咗去過嘛？冇錯。哦，你動過機，還有包廂做得充公。真是哈。咩？因為我係提日擺搬到搬出去帶，所以我想講哦，我主要睇嘅預算我用到喺大屋卡水屋，哦，然後差唔多4年lang嘅時間咧，所以我感覺嗬。個背出去嘅感覺真緊動好。係。因為老太太分享緊做乜漂價嘅唔穩，我知道呢個旅遊當3萬正詞。好啦，正經我講一下啦。其實嗬，我爸爸媽媽咪冇嘛清楚啦，嗬。我良心完蛋，希望你阿先記得唔會看到啦，嗬。我眼全半見。我良心其實嗬，大學畢業係一隻借口啦。哦。拄好係因為我良心嘅教往嘅。對象佢係台南人，係異地戀。我想講做啲攞去接上來強下帶，所以趕緊跟爸爸媽媽出去了嘅時節，4天3夜結交好，4天3夜提日呢嗬簽到屋，提2聯絡嘅房東屋主，提3日簽約，提4日攞嘅所有嘅東西搬落去。哇，都太少呢。所以。
爸爸妈妈爱情力量真伟大。我记得是台南的女朋友，唐公章15岁零零的。我记唔错，对，跟单位一有合法的。你不要这样，你人家合法，不要让人家变成违法，用这个红的。你有压他很脆冇？冇脆，又脆，冇强下咧。跟爸爸妈妈压他低冇？也很脆。唔係，爸爸媽媽低，你用是係會後來其實又落去講啦。哦，你有跟他們承認？後來因為我喺講好朋友啦。我冇落去到來啦。唔講話之後講，因為愛情嘅力量無太呢。假使哦，佢真經上我也嘅細阿妹嘅話，應該出隻買屋嘅啊，對不對？決定生命嘅咩？我係用唱嘅係。上頭路到推俾佢放假轉轉當歌。應該講出隻啲台南買一間屋嘅講，我養你。買班去台南大係冇？你用班接跳舞啊？就有一期電影名稱就是你留下來，不然我就跟你走。就我愛浪漫哦。好咧，這個挺浪漫的時節吼，安尼咪想講吼，這個理想是達不成。不過把欠老大家少嘅，還帶到變漂亮會，你專業嘅work帥，通講講4年。好啦，改下角度16000嘛吼，13000嘛，我喊價就些啦吼，2萬塊。哎呦，大家知冇？幾大蔬菜13平田。其實13平係2站你加起來，樓下加樓上。那個樓上不算樓上。虛擬嘅使用嘅空間，就扣掉公社買東西啊，是寸差不多7平啦。係7平。不過全府全有啊，又偏熟啊，還有廚房啊買全有啦，所以那個許多棟便宜。很多得跳掉誒。都不用挑個火車跳附近啊，假使講只買個發通啊，係5分鐘停只發通啊，愛去兩買外景，即係冇個棟便宜啦。走對啦。黃金地團嘅架勢就冇強容，我還有一個黃金地團嘅帶到嘅青山火車跳附近嘅小屋。不用橋較好，無人愛住嘅咩唔會真貴啦。我住嘅。跟住買租屋。我租屋，唔咩？我講啲啊開發證件，啲啊題目證件很有攻擊性嘅。議題質問題講，應該有租屋嘅冇？回答講要。聽質問題，你做乜講租屋？我就冇錢咧，當然冇錢講租屋，有錢人唔會買嘅。係啊，自己有錢啊，買屋好嘅，做乜跳屋嘅？冇山多啲東西就好啊。冇山多就買起嘅。講真嘅，頭擺樓咧下漂浮係要家庭過後，真嘅冇強量。因為頭擺吼，係因為講金錢上的考量，鼓手彰顯用主位嘛。不過你還考慮講，假使講有咩吼，還是要有一個謹慎的選擇。因為講啲台北市，咩啲台灣啊，唔買屋嘅，1年1成只有100個青年首購。哦，係冇錯。係鼓手你一定要好好考慮，唔買呢間屋，人家條款愛付幾多，我帶幾多，安尼一陣嘢叫幾多，一定要算好勢來。像阿志怡嘅。我跳講一下吼。喺青年首購真經冇嘛好呢，嘿，因為佢貸款的總金額其實冇嘛夠誒，冇錢夠誒，嘿，它總額不多。所以是好還不好？譬如講，假使你有買到台北市中心，總得用啊。哦，唔講嗌咩冇首購嘅啊，因為嗌媽媽想買首購。全部福卡咧，全部福咧。冇，嗌媽媽然後嗌嘅首購偏高啲咧。嚇！用嗌名去買佢幾七嚿嘅大屋嘅。係。哦，其實意思就講，佢哋係已經有減。冇，係嗌啦。好啦。唔係，韓國咧，因為嗌跳冇錢咧，嗰時候嗌咗老姐姐共同掛名，因為用嗌名嘅話呢，就沒辦法貸款，就覺得哦，這個人付不起。唔係，其實有得一件事講過吼，啊，我細年嚟買屋嘅，那係單槍怪加名嘅，以後叫我買聽吼，我冇辦法，啊佢自衡啲嘛，鼓手真掛2-3年嘅名嘅，係有得屋下咩安尼上啦。係，真嘅人家想講，當到係後生人到台灣有一個夢想，真嘅係夢想。夢想即係講到本夢嘅世界就會做到嘅事情，所以講哦，我有3間屋、4間屋，喺做喺漂本撇生嘅。不過咧，唔但強調下家要講到黃金地團，等下安尼先聊一下，等下轉落喺度談安尼鑽石地團嘅屋，相當用辦先先嚟聊一下。落去到沙溪地度，如果行到天台嘅勇士呢，嗰條路當頂行。嚇！佢壁紅嘅要用紅色嘅油漆，用嘅鐵樹英啲蛋糕。係用嘅點火，一下速，一下唔會速，但係勁入，當頂行，幾種時候嗌單嗌廿愛，去嗌嘅屋下，鬆開嘅屋下了。如果行到幾條路嘅時候，我廿愛就開始叫，我帶咗單頂行嘅意思係喎。唔該，落去過後就一切都懂埋。
欢迎大家多進嚟後生睇上嘅節目現場，啲大家真係有想去買貨，加談過大家嘅票貨嘅經驗，就想講做乜嘅愛票嘅冇買貨啊？根據呢個內政部2020公布第一季嘅全國嘅物價嘅負擔能力指標，就看得到特別是嘅負擔能力嘅指標，係全6度為嘅高低定比，差唔多嘅物價嘅所得比係13.94倍，係咪意思呢？即係講。因為冇息冇利冇消費，14年啲台北市爭買起1間屋嘅。 14年14年，40年都買唔起啊！因為你冇可能冇息冇利啦。哦，係冇咁潮水，按用興故所，你就到台北市做乜冇買冇，你談到呢幾波，你當上拉佢打死咗。那就冇錢咩，係唔係？那存的錢，那自家就熊讓中，那有可能來買貨，係唔係？追不上房價了。真的是追不上。故說吼，加是加講到係黃金集團呢，嘅誒鑽石集團呢，鑽石帝王。鑽石集團，嚟小記下唔多鑽石集團票嘅貨嘅好冇？冇錯，我帶嘅上海嘅貨嘅呢，因為有2間房，嘅一陣年呢係2萬5。你意思係講梁山已經加起來係500條，5萬加水天飛6萬5係2年，係13年。你係講退票也係退票啦，退票冇按定退票價咩動我擺啊？係啊，冇動貴我想講那個好台上啊。哎，你用係自己一嚟跳起來較雄係冇？係啊，可能較高級。做乜咁硬係上去掕僵死嘅？冇啦，因為佢係上去最好嘅、最貴嘅位數啦。呢個捷運嘅行路1分鐘就會到嘅。因為嗰邊馬街同西路動態。明珠塔係最當官。都明別順啊，別順，冇錯啦，別順。下來就冇1分鐘。別順天啊，下杯啊，下杯。錯咗，嗰邊馬街同西路動態，北風公司咩動態？你就佢走去看捱嘅貨，跟捱大嘅貨。等一下，俺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不要拿591租網的相片。大白劇組帶維軒青島東河狂嘅相片做嘛嘅那個電視牆。也係正經嘅相片，係係家翕嘅相片，正經係。佢捱間房動態。按法。係啊，錯啊，動法，陽台有2隻動法。cái空間係嘛嘅，做啲看到線嗰個。線咯。所以陽台啊。對不對？陽台，所以是舊，呢幾片是舊。哦，那邊係露台係嗎？係錯。我叫談下動態呢。談下嘅做樹片嘅係談下。要做啲破片呢。所以提示啊，啲啲。呀，就係浪漫滿屋啊。係啊。要談下做的，這個在室內打那個網球呢。還可以練習高爾夫。佢做啲 Q 我都可以繞1圈呢哦。我講到暗號，全係優點，咁真嘅冇缺點。唔講你有一個都唔好嘅位數，就係呢，落去到沙溪地度，如果行到天台嘅泳池呢，嗰條路東頂嘅，佢壁紅呢有用紅色嘅油漆用嘅鐵樹葉去彈過，係用嘅燈火，一下錯，一下唔會錯，嗌你勁一，東頂嘅，佢用時候嗌單嗌廿愛，去嗌嘅屋下，送去嘅屋下了，如果行到嗰條路嘅時候，我廿愛就開始叫，我帶咗咁多人嘅位數嚟喎。唔該，落去過後就一切都懂法味，懂係啦，咁樣。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就係鬼屋啊。浪漫鬼屋。我頂見人家落去見風自簽，而先經過這麼寫手相，好可怕。係啊，大把用照嘅，大把上班下班用照嘅，照一開門就好咧。你睇自家係落夜時節，冇田風冇潮時，自家係帶樹田通。係啊，當然都撲天啊，安尼，佢係拖拖有木嘅，木嘅沙皮係啊，安尼。因為毛呢。冇啦，做講應該係防盜系統啦。哦，防盜系統。小偷看到，哎呦，一看到就可能係頭擺要發生個事情，唔好來，你會知所然做唔地落來。唔過幾片搭建戶都會安尼，大件都有寫手印。冇就有動到 T 恤安尼動出。你講大件都動獎，唔講你後尾地位都動定嘅。錯，正經幾片都會安尼。不過講到家就講到啲像鬼喎，咁我入相信嚇，比鬼還係頂講嘅係人嘅故事嚇。像人嘅鬼故事，啊，認真有請到人嘅鬼故事。有一擺咧，我就請到一間屋嘅啦。原本第一片嘅咧係個細阿妹嘅學生嘅，啊拄好吼，一個靠到配嘅學校，叫佢
搬走，不过一個客用吼還冇到期，佢就問講，哎，我做得接佢嘅客用喎，哎，我就想講，哎呦，看起來相片還做得啊，吼，啊，佢人咩好啊，吼，按好嘅人，所以佢部嘅應該要唔可以長，我就講好，嘅 Andy 就托應你，一個所以部嘅管理公司嘅業務咧，佢就來咧，啊，我咩去到現場，還有一個學生嘅，吼，啊 ，Andy 閃閃吼，就到佢嘅部嘅片，結果啊。誒，佢業務吼真經係當吼阿妹愛喏，你就開門，好，佢完全就冇同我講話，看到我哦，咩冇同我講話，頭一句話就講，好啊，到一片做得簽約咧。唔通你係唔知講嘅名嘅啊？冇唔錯，佢係問子母小見呢，誒，佢就問我講，你名嘅名名片啊，對啊，名片有冇？大家都做檔行，對，丟在桌上哦，佢就講，啊，當個有下人去甲開。跳歐巴冇禮貌，冇禮貌。係啊，我就想講，我一件物嘅要當到嘅問題啊。你就直接講，我冇冇啦，做唔得啊。我要錢就比數大咩？我就看下佢嘅表案咧，QQ 嘅，還有一些嚟空，我就想講做得嚟裝修一下嘛，還有個冷氣啊，咩喺 QQ 嘅啊，我做得嚟摸一下咪，喺冇錯，我就每一個業務做得同我聽數，佢就講，啊，有條問題嗬，做唔得冇捱哦，嚇，啊，既然衰過後咧，就做得，係啊，佢就講。啊，你就做咧吼，打去你公司嘅客戶專線啦吼，唔是冇嗌，哎真啊，我同搶用誒，啊係做唔嚟冇嘢嘅，但係我貴係奇怪呢。係啊，唔講係原本咧冇想同佢搶用，我就看到吼一個細阿妹愛叫咧，要叫字叫字。做唔得啦，佢行喺好生嘅天天咧，啊佢就想講嚇，假使一個好安靜嘅，安定人下人要看起來安好嘅阿姊，我冇同佢說嘅。佢講講按頭髮，佢就要叫字。見到啲狂嘅先講你冇按頭髮。看到配電影啊！我小講一看到係應該唔騙人嘅。佢就看到後來講按靜上來應該就好。假使係冇同佢來簽約嘅話，佢就冇人同佢簽咧，他可能就會違約啊。違約真清楚。係啦，佢係就想講好啦，佢就同佢聽數一下，行喺簽約咧。我原本想講，也應該喺屋主樓嘅唔同學校，唔係喺機動山。記得做戲啦。係做戲可能唔係啊，聽人哋講啊。可能有可能嘅業務樓嘅同學，兩三年同跳先偏好些，已經偏好些。我知道一個同學應該就係講，稅務嘅成績是較冇經驗，古數咧業務講話嘅，佢就講哦，好，啊咩做得咩做得。結果你咩戲啊？誒，我哪有？你就是說啊，我安定一下，不可以承諾。我事實。哦，佢講話嘅電影現在按講都是台詞啊，佢講我按用講，佢將會需要你。好，先調查過啦。你這樣咩主位嘛？我知道認真嘅重點唔係水嚟掠件槍比貴，係那電影講嘅物嘅，重點係當電影上掠三個。唔錯。好咧，咁樣來講啊，講正經嚇，到2020年嘅時候，近期安尼嘅調查又看到安尼台灣人嘅稅務嘅人口超過300萬3人，其實當然到挪背來稅務。咁國家又講到2000年到2017年嘅時候，安尼業績新漲嘅22%，咁個咧木稅新漲幾多？大家睇一下。差唔多要43%按多，即係2倍，即係講我減存錢，咁個咪聽到咧木稅減死嘅，因為我的房租一下子從8000變成16000，結果我嘅幾個業績，現在是拿22K，我過2-3年啊變成28K，根本冇拿付咧，根本就叫唔到，叫唔到啊，係佔見。一開始係講話個有機會買房嘅冇，你租就話租唔起。非常強你是按用動單貴吧的，我覺得。結果我們就說做夢嘛，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啊，白欠嘅夢想係乜？我剛好是想講哦，你現動單貴吧，2年前其實我又開始來看屋。我想話賣屋開始看啊，因為有些學生嘛，咁但係一開始看是賣落去嘛，怎麼就長期強融啊？其實講電影先是賣落去啊。好，所以咧，嗰段時間開始看嘅時候，因為我想過我賣個海景第一排嘛，不過台北市中心嘛，唔好買海景第一排啊，所以偷尊狗啦，冇偷。退而求其次先。你可以買100坪啊，50坪做你的那個河景嘅第一排，那因為我本身係帶標橋嘛。所以不用看河景地派是到江翠從化去改片。2年前我開始看嘅時候，佢一片差唔多係40萬。不過兩下吼，我
上张嘅戏款，你下变做55万到60万呢。哇！真紧团长真的是追不上。我想哦，做得囤5年改签哦，是差不多做得囤到在头7块，没有，你囤到一件片收走的。结果你存了5年哈，你只存到价格分离式冷气，你成长的那个价格，系啊，一件不管你买传动都应该卖。所以啦，真紧哦，我现在看了公司属于附近的改片嘛，真紧冻贵啦，所以强一下观众朋友，假使因为做嘛公关公司发通公司哈，请来主区，我粉丝专业打到鸦片，主区你比 RAP 仲唔得，你看我哋一下人好嘞，根本你每部开都在打广告，嘉应成会打架广告，阿爸强要打架广告，到底等下叫我阿姊会打广告系冇？啊，唔是啦，安尼。我讲正经，给阿姊正经有想要买过服嘅嘛？其實我真係冇想過愛買布，因為我順豐簽到嘅朋友，因為買布嘅高後呢就 up 你動態，成番品質咩講大？冇唔錯。啊，你也不開就懂得不給啦，唔講你唔係減名咩？咋個同你買6千年後你想嘅魔強？對呀，貧窮限制想象力。我因為我就想一隻非常現實嘅問題，就是講，你做地成發幾多年，你咩算唔出來啊？我喺我做地做布嘅，可能廿部我做嘅做嘅50年還是60年發。哪有可能？係啊，買嘅服做布不用出。當佢做布嘅就好嘅啊，因為我死嘅咩帶唔着嘛。故說那係我買布係為講大我嘅成發嘅壓力化，我就冇想去講大我嘅成發品質啦，我就冇想去買布嘅。不過那係未來嘅路過呢，願意買布嘅咩係當好嘅事情啊，係冇啊？因為我係佢買嘅布嘅，我就講我乜嘅法都唔會講，因為我買貴法都做得。然後呢，如果我沒有付錢，咩唔是掛我嘅名，就會壓嘅東西。當然啦，冇付錢掛咩名？講到嘅種票，哎呀，懂唔好，唔係懂好，就是他弄嘅概念啦。我講那係佢愛付錢吧，有問題來了，我就要共同掛名。唔過呢，我知道鄉下掛名有一個問題，像我朋友佢細妹嚇，佢老公鄉下買件布，2、3路出錢，跟住細佬就講，跟住做嚟講呀，爸爸媽媽來鄉下帶啊，好，跟我細妹朋友佢也我哋就老本帶買件布買鐵鄉下來帶，冇高一步嘅高鄉呢，佢細佬嘅爸爸媽媽唔肯。講安尼聽多年咧唔好，就愛老家爸爸媽媽關注伊。安尼伊講嗌咩？嗌拉嘅咩要拿錢，故說咩做嚟講法？跟細妹嘅爸爸媽媽就冇貼房貸。係啊，就嚟關注。很菜哥。你用嘅本帶係布嘅賣槍槍嘅啊。我前面咧就係嗌朋友再購買一件細細嘅布本家也愛戴，唔過家老公家嘅佢係愛鄉下嚟拿，家老公講嘅。咩？嗌堂頭重點。做地離婚咧。咩？嗌堂頭重點，嗌細妹朋友當有錢。結論係強龍啊，6千年後你想係魔強龍。冇個賣睇，冇相關，嗌就賣咋。佢完全冇出嘅時候，你係從下帥很菜哥哦。我想買布嘅啊，唔是想按度。唔講重點係啊，就係嗌媽媽講嚟講，嗬，不管用買，不管你老闆結婚，不管賣嘢，拿錢買布嘅。聽說愛掛細妹嘅名，你看，就是亞美哦，亞美你按你搞矮哦，亞美搞矮是賣人出錢就掛罵晒。好啦，跟我搞太時間一隻方法啦，賣人出錢就掛賣人嘅名嘅，錯冇？像我咧，我聽錯會同我啱啱嘅朋友講，唔是笑，唔是驚。布嘅捱來買，嘅成發費就唔負責，捱就來差唔多都14年就做得嚟咩？哈，14年咧捱就好好來賭錢，其他乜嘅我約費嘅錢啊、看天陽嘅錢啊、買衫褲嘅錢啊、食飯嘅錢，啊全部就結束。你講成功你14年過後就冇一個出。就算你件布嘅，係冇行千度嘅布所以嗱，應該唔關我嘅事情咯，並冇關我嘅事情啊。因為你都14年就買一隻甜茶 V 啊，講才好嘅。古時候一嘅方法嗬，你愛提早做準備啦。我同講，談戀愛就做得開始咧，你一下就發男朋友嘅錢，嗬，嘅慳白嘅布嘅咧就做得關嘅名。我男朋友就講啊，你要本來有錢買布，古時候你愛用，我就好。咁我今下開始做得好嘅。做得好，你看我真係有效。好啦，做得唔得啦，我搞快太年嘅四字冇按樣噶。唔該，觀眾朋友，你想下，千萬唔好學安尼家阿姊還有安尼阿英真嘅方法，想下人嘅夢想地圖嘅木嘅會上到樣板型。等下再嚟繼續留大家大嘴鼓了。等到我落嚟高向，我就做得將我嘅布嘅嗬，用一個真手黑錢。
合理嘅方式，買本吼有才華嘅後生誒，係啊，就像一下假使有人吼行嘅屋嘅多幾片，唔係做得用合情合理嘅方式，買本係安尼有才華有獎嘅後生有對你下嘅，冇錯。當時等於呢個新世界，我有後生嘅，我有當有才華嘅後生，伊人講阿姨我不想努力。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加講到按度，大家可能對買屋嘅夢想就單槍存到夢想甜甜啦。想他就我夢想嘅啦，有夢愛夢想，有冇？佢當然按部都買得到屋，唔過天公窮樣，屋嘅就冇咧，係唔係？唔過真係係請大家來想下，假使本人來讀，人夢想地度嘅屋嘅愛上到樣板去嘅可能性嚟講好嘛？因為我是從跳頂我不會帶給你，故所以都不用了，我乜嘅事情都冇會做，就算我做唔食飯，故所以我冇乜嘅會想到我買屋嘅問題，因為嘅間屋呢係我家講留下來講，咩唔是事情去買屋。山洞住山洞洞到啦吼。唔係啊，係種下一間寮嘅屋，天天啊吼，唔係棟貴嘅，唔係棟貴，唔係棟太啦，唔講你睇過片，睇過ช่วงเขาอีก差唔多啦吼。冇安睇，冇安睇。唔過喺講我要買屋，我要買有天台嘅屋嘅。老闆呢，我爸爸媽媽年紀大咧，就唔是行樓台啊，懂呢片。係正經嗬，像係嘅安尼從頭到落尾溜溜飄飄嘅聲音來講嗬，轉到自家家鄉有自家家鄉有自家一間屋來講，對安尼來講係認同嘅做法，係麼？安尼叫落啲內地大病安叫嘅回天啊，你下轉到新竹東呢一片啊，我想講我到竹東呢一片賣屋麼？我其實頭朋友買過喎，可是我買嘅屋係我有買過，推中有一間屋啊，我都推中有一間屋係兩下鹹菜。冇啊！姐姐鹹菜冇買的，因為它就是那種什麼起給厝，人家講那種，所以就賣啦，起價屋，所以即係講自家買嘅提即建屋啊，起價屋。係，所以佢係溜定到嘅，房貸咪佢係到嘅繳。佢轉來做東西係水屋啦，佢水屋因為大家嘢都係交屋稅，實際都很煩，因為交嘅屋稅都做得納房貸咧。係啊，可能。咁講嘅呢個肯定要看屋，因為上講到做到未有一件屋安嘅，可是我呢個看嘅屋係到虎口。誒，因為竹東自己買唔起。竹東嘅屋未。因為竹東一片，因為撈嘅竹科東圈，胡所東到竹科那個新竹市買唔起嘅，人哋慢慢啊到竹北啊竹北啦。哦，竹北咪已經係唔靚嘅，一下就細到竹東呢一片咧。真勁啊！所以兩下竹東嘅屋其實我咪買冇買起，我是看比如講虎口啊，冇是新豐，嗰是好種下。係，佢講兩下我看嗰間啊，其實係比如講佢嘅首付從已經49萬。好有希望哦！我現在買得起了300-400萬的房子亭，300-400萬誰間？比如講嗰種咪係一房一廳一衛嗰種，可能到中白講該多少上場，誰間一家做得大安營亭。回天加油！有天台咯，有天台，有天台。OK，你都在考慮啊。當鄰居，不靠總區。不過，然後你要想講嘅貸款，然後屋一下屋稅嘅政策要增到嘛？租金都屋稅做得納呢個貸款咧。係啊，意思維持到不如買房子啊。故所因為考慮講嘅正經嘅，從係假使從小富咩動經呢一種，就講假使嘅屋稅咧嚇個價格差唔多1000塊、2000塊，做得納咧房貸。係要當到安尼，因為條款跌落去以後，存的貸款，而那迄樓租金差唔多。跟人家錢談，就拿去買就好了啊。真嘅，就拿去談啊！跟重點就會頭期款啊。我覺得條款，我也49萬有嘛，就吃到好大的希望哦。係啊，所以大家都來心中買屋，來富口。哎，重點，剛剛是幫那個自己打廣告，這是幫新竹縣政府打廣告。我就有人開場講，基本要60就停等飛機就開講。對。今天要湊一個買屋團嘛，基本上來回看波哈。你回去攞嚟睇這個紹介哈，不過正經來講到苗栗行有2機會哈，這個第一，假使冇把那個貸款哈，還係強人來納咧屋稅，你今年就直接來買屋就好咧。第二件事係講，你貸款納咧30年、40年過後，我納聽我就60、70歲，我做乜係貸款？我叫租屋是好嘅啊，大家知道哪幾對你講好讓咧？
阿英正。唔要糖嘅色麼？我要糖嘅色，我知道講行係愛買屋嘅啦，因為對我來講咧買屋嘅嗬啲心都好係有貼貼嘅感覺啦。係啊，所以要當到嘅後生人就講啊，等我老咧嗬，嘅我咩嗬前那天我咩老咧就用唔到一個屋。你係講啲戰術片你解嘛？冇唔錯啊，唔過咧我所講要有一個善循環，等到我老咧過後咧，我就做碳循環，你係善循環。係啦，等到我老咧過後，我就做得將我嘅屋嘅嗬用一個真爽、黑情、黑理嘅方式，買本嗬有才華嘅後生嘅，係啊，就像一下假使有人嗬行嘅屋嘅多幾片，唔係做得用黑情、黑理嘅方式，買本係按呢有才華、有獎嘅後生，又對你下嘅，冇錯。唔通是等於60歲加下，我有後生嘅，我有當有才華嘅後生，人講阿姨我不想努力。叫阿姨就不行了，好嗎？如果叫姐姐，還可以考慮一下。嘅白咁可能咧講機會嘅時間，因為好記起嚟機會。天初係買屋啊，即係基隆沙街下面就講啊，其實我哋款啊，假使你度送別墅以外嗬，假使我哋買屋個，僅僅係房租不如直接繳房貸，係差唔多嘅價錢，可能嘅屋稅哦係很好多咧。頭先啱知道稅屋嘅，因為要嘅問題是因為屋為橋。哦，唔是漲幅嘅，唔是漲幅啊，是唔是人外要，因為學屋是到學差嘅朋友。係啦。我就對偏就可能會小李講吼，假使你度送別墅地位都愛買屋吼，我這樣爬記，它好像已經漲到一個頂峰了，可能冇下到嘅增值空間。不過對我來講吼，就算佢冇翻倍啦，你維持你的等價，你咪做得當做你嘅囤錢呐，對不對？當做存錢，或是過去20啷年、30啷年，哎呦，你就變千萬資產的那個小帥哥啦。小帥哥啦，老帥哥還炒賣吧？一啲白客嘅意思係講打算變做一種投資嘅概念，係。阿小鳳，你知道咧？對你來講，對我來講，因為當當然我講買個新屋嘅1000萬，我根本就拿唔起啊，拿唔起，估算我冇愛買，其實唔是咁樣想，因為最好你不管有冇人規定講唔買屋嘅，最緊要就係納提，唔假使講條款。然後你後來給我的錢，這樣給我500萬，跟你最後買台，你就拿500萬賺來就做得了。係冇，我做得講，我一開始我後生家做條路啲台北市，我買1000萬的屋嘅，最後我退休嘅，我忙繳台，我買台我拿500萬賺來，我去其他地方買，就做得出隻繳台的屋嘅，我做得啦。我話喺度，觀眾朋友講一下，你一下政府要做埋個大屋嘅政策啦，估數就大。短嘅時間地位都好的，市場總得買台啦，2年也係5年啦，個稅金下高，係啦。唔過大家看，你下看係差唔多，他支持那種出隻買屋。唔過對於自己來講，聽講係人家支持你係差唔多一般按。係我一般，因為就係有好有壞嘛。比如講，你係一開始你嘅租金加一起咧，就做得買屋嘅話，當然當好啊，因為就有錢買屋就買屋嘅嘛。不過我講我原來買屋就會買正經當上嘅屋，因為可能你賭嘅錢係賭清九，這樣做得買嘅。不過其實相當啱嘅一件事情就係講，從一下嘅人啊，都食到下落，就18年嘛，因為一下就係高齡化社會啊，故所你可能60歲嘅時都還蠻退休，故所。那係繼續做嘅，咩以前唔係當唔好嘅事情，以前都做得啦。唔講係錯講，應該唔係上岸度嘅人咧。而家佢唔係要講出家街嘅有錢嘅老公，肯見買就好咧。當然按用係最好嘅呀。哦，嗰時候結論就係講啦，嚇，呢個觀眾朋友嚇，食奶啊，係有2位食奶啊，嚇，我記得啊，食奶加油咯，加油，買到大部你帶，加油加油。你覺得佢又要衝詐騙集團？好啦，講正經嘅，呢一下要嘅假設性嘅問題，本來呢觀眾朋友們想下，假使你根本人家嘅發票出到1000萬，你1000萬你敢唔可以真嘅拿來買屋嘅？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分享了。嚟咩上去來做下嘅包租小辣妹，安尼咧就可以賺下嘅錢啊！
小辣妹3个字有点。有包租小妹冇包租小辣妹。哎，我等到有钱跟时间啊，我做嘛嘅就做嘛嘅，包租小辣妹啊，你就会包租美女叫姐嘛，。应该是哈，包租姐给学生的很阿姨哈，排说你今天的租约就到今天。哎，唔可以啦，會漲價咯。我請其他人來水，可你要唔可以動強迫嘅租客吼，我租啲健福嘅，我順手人嚟租下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嘅節目現場，加入本大界嘅問題假使根本嘅發票出嚟1000萬，因為老咧1000萬拿來投資，拿來買貨嘅，順手攞去變做人投資人生嘅一部分麼？阿簡呢？黑公還有1000萬，然後先來慶祝一下。慶祝過後，你1000萬就冇啦，就冇啊！係再過來，我投資買貨，然後算夠咧，差唔多買到第3間貨嘅時間，你就真係可以4大村買幾間你就本嘅貨。身付茶都。日本嘅錢係夠水緊嘅。儲下嚟嘅錢，你再過去投資行卡度嘅貨，很 Q 有。差唔多係咁。嗯，叫做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夢裡面什麼都有，都不用怕。冇錯，想去買乜嘢都做得。所以買物價都得，跟阿 sell 款咯。係啊，其實大家想法咩差唔多，不過大家就較做成你嘅講法，貨分錢，錢分貨嘅概念。不過我基本上當然會較無單，我想講1000萬就買一間貨嘅。哦，結果我係知道啦，你係有1000萬就表示講你已經有2件、3件嘅條款。哦。係啊，你應該同步進行，錯嘛？啊，有啲人發覺，我唔曉算咁樣價值，冇關係，唔使記得，貸款100萬，有人做20年，有人做30年，反正貸約就係4000到5000邊嘅。好，你喺做較久，是呢有7年利率可能差唔多讓3000人聽聽。很強。係，估數你貸500萬，你做4000就差唔多2萬元。係冇，你有1000萬買2件條款，那500，係冇，再買1000萬嘅貨嘅，安尼一張嘢，張夠4萬點點呢？哦。很多啲主人，安尼算算的，有時都自家都有希望嘛。不過前提是係，我有1000萬。前提是夾嘅咧下來對下發票，因為講佢夾去買。嗱，尾上再去請阿公吼，然後去參詳一下，人家開發懂吼。可惜就係阿公冇留住3本，阿公咩冇像阿志怡嘅阿公咁樣，啲台北市就忙有1000萬，係有1000萬吼，挨咩做得人哋貨運錢運貨嘅。真緊係冇，嘅阿飛去買強樣，唔但講要買貨，還會買2件。係，可是我冇長期按勝利年啊，我想算到按袂算，按錢。買2件，1件細件自家帶，又拿帶時候，帶起來舒服安逸。佢就煮茶費就做得啦。係唔係啊？有個係。喺人外部分咪係是買家件嘛，喺家件我是會買啲學校順頭，係出租給學生，要不學生個來帶。你冇當然都會聽到鐘聲啊。對啦，我要當包租姨。誒，其實係真係按你咩同行嘅，係咩上去來做下嘅包租小辣妹，按你咧就很愛下嘅錢啊。小辣妹3個字有點。有包租小妹冇包租小辣妹。哎，我等到有錢跟時間啊，我做嘛嘅就做嘛嘅，包租小辣妹啊，你就會包租美女。叫姐嘛，應該是哈，給包租姐學生嘅很阿姨哈，排說你今天的租約就到今天。哎，唔可以啦，會漲價咯。我請其他人來水，可唔你要可以動強迫嘅租客吼，我租啲健福嘅，我順手人嚟租下來。這是什麼買一送一？請問？可以他神腿，神腿較好就較便宜。哎，你先不要嘛，做在先做哦。得冇？算較貴好咧。給阿志嘅，你可以用蠻上，假使你超過了1000萬。我咩冇記到按錢，唔過我講講，那係我有1000萬話，一天我去買貨嘅呀，唔係買貨嘅人就會戇把人哋嘛，真嘅，因為除非講誒你貨開啲杯度話有人搏平啊，係我非常需要錢花，真嘅會將一1000萬去買貨嘅，就算我自家嘅台北市阿公嗰邊有貨嘅，唔過又唔係我自家嘅，因為我年輕咩唔會當後生嘅啦，故說你。咩差唔多嘅啦，係，那係以後一自家出去土地成花花，然後自家帶嘅地方就當下做得好好成花，就算冇結婚花，誒繼續帶步下，結婚咩做得做本小辣妹啊？係冇。應該係做本拍上因準做嘅自家嘅投資，那像東東因未按用現時最美誒呢個財產最外算有外算有會出嘅。
种白钳，算到动静嘞，白钳线哦，上你。下中山房都线上来讲了，佢哋家下讲调游戏啦，买个结婚啊，买个东西，我讲嘅最近动地区吼，小凤家下讲到，我加强一下，家下讲吼，差不多做啲分散建风嘛，吼。套房差不多，该头期管系200万到300万，讲台北市中心嘛吼，所以分散建啊，剩下来个钱用用办嘞，用干啥嘞？他做啲去卖嘅基金啊、投资啊、卖股票啊，因为咧，你下嘅利息卖幅嘅利息动贷，差不多1点多嘛1.6到1.7。不过假设你投资，最少每日差不多5啊、7啊、5%、7%嘅利息，所以你攞嘅利息，攞嘅你卖嘅套房嘅屋税加落去，買起那去還嘅本金。哎呦，你这样子自己的利息还本金，利息还本金，你冇买是叫付钱呐？你看自己躺唔實嚟，佢眼面1000萬可能哦是10年嘅時間了是變3000萬。該什麼利息本金？佢意思是講，佢存到嘅錢啊，叫去投資嘅基金來納嘅利息，安尼簡單。係啦，哎，你有談嘅些嗎？你的投資哦，跟股票 ETF 吼，你下，差不多最少先5%到7%哦。俺唔會講。你其實我講 ETF 那是另外一個主題咯。在英文要幾邊在兩個？但將提供 ATM 還有 MRT。你知道那個啦，那個麥當勞啦哈。KFC 應該沒底啦。我來翻譯下家白钳講啊，所以講伊去買了3間套房，咁啊要本單要離職來付錢，付本錢付你那貸款的利息嘛。咁講去買基金傳到嘅錢拿來付了3間房，我個該離職。談一些嗎？愛迪嘞。然後木水那去還該本金，啊，因為不是付任何的錢，不是付錢，你就養房循環利息，房養房，善循環。佢對條嘅咧就是財富自由。如果最後嘅他係提前我先能講，現就係簽房上去按用嘅規範，很多送貨，所以他會打電話廣告，我假設我簽喺主持吼。好啦，自己睇真係基本講到一個重點，即係講唔係講呢要1000萬件事情，即係講其實到了下呢個政府要當到大方嘅政策，本呢個後生講講，當場到烏暗摩叮咚嘅地方，看到一點點嘅光明嘅感覺，所以本睇真係講，嗌你係做得要自家嘅建屋嘅感覺，唔過咧。不管你係上嚟漂屋嘅生意，因為講真正係賣自家嘅屋，一個夢想變做理想，甚至最尾變做一個實際嘅行動，所以靠到自家嘅雙手掌做得來打拼到。我記得啦，下禮拜同嘅時間，我哋繼續嚟收看後生睇上宮，要花睇假多，我哋再嚟聊聊，拜拜。馬上幫你錢單，都得馬上幫你錢單。夢定啊！咩啊？都講係講夢完幫你錢單啊！來了，夢定啊！我上台上哦，我們再錄個劇情，你去唱歌去。哦，你自己啊？也係去散開嘛？係啊，叫我去試出去跳嘛？他就上個劇情啦哈。